继续来关心咱的教育，有媒体伫网络顶头办一票选，选出台湾10大教育问题，其中校园安全霸凌问题是中学生上界要义的。那大学生呢是较重视未来出路。那讲到这双语教育的部分呢，民众普遍较无关心是排在第9名。多数人认为讲这外语偏本土语言更加重要。有学者指出讲，这就是语言自卑，无看到这本土语言的经济价值，也有文化价值。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，尤其这几年校园安全欠老师等等的议题真受关注。有网络媒体针对全台湾18岁以上的网络使用者做民意调查，9月30发表台湾10大教育问题报告，其中民众上要义的前2项议题是品格教育、多元发展、甲毕业的未来出路。10大教育问题当中，上少人关心的是特殊教育，也那这几年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的双语教育，也是民众较无关注的议题，排第9名。多数的民众呢，的确，虽然他们觉得就是在本土语言之外呢，其实应该还是要可以让他们选修英语或者是其他的语言的部分。指控3控双语政策是蔡英文前总统任内推动的，希望强化国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竞争力。这几年，一寡学校嘛推出双语课程，有学者针对双语国家政策提出证据，指出台湾上定来往的是日本、韩国和南向国家等等。伊认为政府应当重新去思考英语的必要性。一个英语来解决所有的外语的问题，这其实是错误的。你需要安排讲，你南向政策需要偌济语言方面的人才。另外，伫台湾10大教育问题报告内底嘛指出，多数的民众认为双语教育比本土语言较重要。学者认为，这嘛凸显咱的语言自卑。论证要追求是用简单范式咱所培养出来的是高考试的英语能力尔，无看到本土语言的价值。对文化创意的观点来看，其实迄嘛是一个有经济价值的一款路线啦。吼，你讲咱的音乐、咱的电影、戏剧、小说、文学，各种文化的创意，拢是有伊的价值。学者认为，目前社会对双语教育的想象和实践欠缺自由寻求的空间。双语嘛会当是本土语言和多种外语的结合，嘛指出政府要思考咱在国际到底较接合啥在做生意、做工课等等，就要徛伫现实的角度来规划咱的语言政策。记者卢尚如、柯秉哲台北报道。